此畫廊專為榮耀地慶祝榮譽軍團博物館百年華誕而精心策劃。該館由阿道夫 ·B· 斯普雷克爾斯同阿爾馬德·布雷特維爾·斯普雷克爾斯夫婦攜手於1924年共同創立。前博物館檔案保管員瑪麗·佩德拉薩將為我哋深情講述。阿爾瑪出身於舊金山日落區一個淳樸嘅工人階級家庭，喺擔任藝術家模特嘅生涯中，有幸邂逅咗蔗糖業巨子阿道夫·斯普雷克爾斯。斯普雷克爾斯嘅財富帝國深深植根於夏威夷廣袤嘅甘蔗田，嗰度外國契約勞工嘅辛勤耕耘，鑄就咗無盡嘅甜蜜與輝煌。嫁入斯普雷克爾斯家族後，阿爾瑪唔單止擁有咗令人羨慕嘅財富，更激發咗對世界嘅無限向往與探索。喺巴黎嘅浪漫之都，佢有幸結識咗雕塑界嘅泰斗奧古斯特·羅丹。從此，佢嘅生活同法國古典藝術及羅丹嘅傑作緊密相連，開啟咗其藝術收藏之路。